香港有唔少家庭都經歷緊同一種轉變，個仔去了英國，個女去了加拿大，孫仔孫女亦跟住在外國讀書生活，父母就繼續留在香港，住返供了幾十年嗰層樓。平時一家人會視像通話，節日寄下禮物，子女亦成日講有咩事即刻打俾我，聽落好似已經有安排，但真係有事嗰陣情況未必咁簡單。試想像一個好常見的情形，一位70歲左右的父親半夜去廁所時手一手跌在地上，太太扶唔起佢。太太第一個反應唔係打999，亦唔係通知樓下管理員，而係拿起電話打俾身在外國的兒子。但香港的半夜可能正正係外國的上班時間，又可能係凌晨，電話打極都冇人聽，母親愈打愈慌，父親就一路瞓在地上，直到10幾分鐘之後，他先醒起，其實應該先叫救護車，再揾附近可以到場的人。呢個例子唔係想嚇大家，而係想講清楚一件事，子女好關心父母，同子女可唔可以即時處理父母的事情係兩回事。有些子女移民之前會很認真同父母講，等我安頓好就接你過來一齊住。父母亦會點頭，心裏覺得將來總有個依靠。有些父母會想自己身體仲好，暫時唔使講咁多，反正有層樓，有一筆積蓄，有子女在外國，去到真正需要嗰日，大家自然會有辦法。問題正正就喺呢度，所謂到時再算，很多時不是一個安排，只是一個希望。所謂有事通知我，亦未必是一個方案，只是一句關心。真正的安排要講得出由邊個處理，幾時處理，要幾多錢。如果第一個辦法行唔通，仲有冇第二個辦法？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慢慢傾5件事。子女移民之後，香港父母最好趁自己仲精神、仲清醒、仲有選擇的時候，提早想清楚。第一，將來住邊度；第二，醫療照顧由邊個協助；第三，緊急情況，第一個應該揾邊個；第四，財產同重要文件點樣管理；第五，自己晚年的情感同生活係咪全部都放在子女身上？先講清楚，我哋唔係要批評移民，更加唔係想將子女離開香港講成不孝。一個人決定移居海外，背後可以有好多原因。有人為工作，有人為下一代教育，有人跟隨伴侶，有人覺得另一個地方比較適合自己。有些子女離開時，自己都好矛盾，一邊想建立新生活，一邊又擔心父母留在香港。所以子女住在哪一個國家，不能直接代表佢孝唔孝順。大家都見過，有些子女同父母住在同一區，一年都未必食幾餐飯，亦有些子女相隔10幾個鐘機程，每日仍然記得問父母食藥未、復閃未，定期返香港陪伴。距離係一個現實條件，但唔係感情的判決。不過我哋亦唔可以因為怕傷感情，就假裝距離完全冇影響。以前個女住在沙田，父母在黃大仙，有時坐的士可能半個鐘就到。現在個女住在多倫多，就算她立即買機票，亦唔係話出門口就出現。中間有時差，有航班，有工作，有自己的家庭，仲可能有小朋友要照顧。以前父母1星期見子女1次，子女望一望就知爸爸行路慢啦，媽媽屋企開始亂啦。現在隔住電話墳幕，父母多數揀精神好嗰陣先開視像。子女見到父母坐得好好的，便以為一切如常，但鏡頭以外的藥袋、醫院信、雪櫃入面過期的食物，佢未必睇得到。所以真正要處理的不是子女移民究竟啱唔啱，而是家庭條件已經改變，照顧方法亦要跟住改變。用先生留下的思想框架來理解人生，有一點很重要，睇事情不能只睇表面一層，亦不能只聽一句好聽的承諾。要睇條件、睇限制、睇事情真正發生時，邊一部分能夠落地。親情可以靠感情維繫，但晚年生活不能只靠感情運作。第一件要想清楚的是將來住在哪裏。不少父母會講，
等我年紀再大一點，就賣咗香港層樓去外國跟個仔住。又或者話個女屋企咁大，實有間房俾我哋。這想法不能說一定行不通，但由探親住2、3個月，去到真正長住10年8年，中間差得很遠。去外國探親時，子女可能特登請假，帶父母四圍行，今日去超級市場，聽日去飲茶，星期六全家出遊。父母會覺得外國地方寬敞，空氣好，孫仔孫女又在身邊，生活好似幾舒服。但假期完了，日子回復正常，情況就不同。子女要返工，孫仔孫女要返學，女婿新抱亦有自己的生活。父母每日留在屋企，未必識揸車，英文又未必流利，附近行去商店可能要半個鐘。以前在香港落樓就有茶餐廳、街市、繩索和巴士站，現在想買包鹽都可能要等人接送。這時父母先會發現，一間大屋未必等於一個方便的生活圈，有人陪住，亦未必等於每日有人陪你。仲有一點，好多人在決定之前冇認真諗過，就是同住的關係。父母同成年子女可能已經20、30年冇真正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大家有感情，不代表生活習慣一定相同。父母早上6點起身，子女可能夜晚12點先收工。父母習慣煮中菜，子女一家可能食得簡單。父母覺得孫仔唔可以咁樣教，子女就覺得父母干涉自己的家庭。一開始大家都會忍，父母覺得寄人籬下，有說話唔敢講，子女覺得父母遠道而來，有不滿亦唔好意思出聲。小事忍1個星期冇問題，忍幾年就會變成委屈。我哋不妨想象一對70多歲的夫婦移居海外，同女兒一家住。最初一家團聚，當然開心。半年之後，父親開始嫌每日悶，母親就同女婿在煮食、收拾同教孫方面有摩擦。大家都不是壞人，亦不是冇感情，只不過一家人由來冇講過，父母住進去之後，生活費點分，家務點做，私人空間點保留，父母可唔可以自己出入，大家有衝突時由邊個開口。有些父母會話，一家人使乜講到咁清楚？講句實在話，正正因為係一家人，更加要講清楚。外人有合約有界線，家人反而最容易靠估。你估我應該明，我又估你一定會體諒，最後大家都覺得自己付出最多。另外，父母亦要提早想清楚，香港的住所應該點處理。層樓可能係父母一生最重要的資產，亦可能係唯一的住所。有些人去到外國住幾個月，覺得環境不錯，就急住賣樓，將錢交俾子女一齊換大屋。等到真正長住，先發現自己適應唔到，又或者夫妻其中一個想返香港，另一個想留下，這時問題就來了。香港層樓已經賣了，錢又放入另一個家庭的物業，想返來未必再有原來的條件。我唔係話香港層樓永遠不能賣，亦唔係話一定要守住磚頭不放。問題不是賣不賣，而是在賣之前有冇真正試過搶住，有冇諗過自己失去這個住所之後仲剩返幾多退路。比較穩陣的做法是先試住一段較長時間，例如3個月至半年，唔好只在天氣最好、子女放假最多的時候去，最好經歷一下普通日子，睇下自己出街方唔方便，睇醫生點安排，夫妻是否適應，亦睇下同子女長期相處有冇壓力。同時要講清楚，若果真正同住，父母是否有自己的房間，生活費如何分擔，醫療費由誰支付，父母想返香港時有冇能力自己安排。最重要的是，父母手上仍然保留一筆足以獨立生活的錢，晚年住在哪裏，最重要的不是有人肯收留，而是自己仍然有選擇。有選擇不代表你不信任子女，正正因為人的處境會變，子女工作會變，婚姻會變，住屋會變，父母自己的身體亦會變，所以要留一條路俾大家。第二件事是醫療照顧不能只靠一句有事通知我，
很多父母同子女視像時都會話自己冇事，就算剛剛看完醫生，亦只會輕輕講一句少少血壓高，食藥就得。父母不想子女擔心，這份心情很容易明白。但子女在外國聽到冇事，往往就真係當作冇事。有些子女只知道爸爸有糖尿病，媽媽膝頭痛，卻不知道父母平時睇哪位醫生，正在食什麼藥，有冇藥物敏感，最近有冇試過暈，曾經在哪間醫院做手術。萬一父母突然入院，子女隔住電話，連最基本的資料都答唔出。所以父母首先要做的，不是將所有病講到很嚴重，而是將醫療資料整理清楚。可以準備一張簡單的醫療資料表，寫低自己的身份、資料、長期病患、正在服用的藥物、藥物敏感、常去的診所、醫生聯絡方法、最近的重要檢查，以及醫療保險資料。這張表自己保留一份，可信任的家人知道放在哪裡。但醫療照顧不只是資料問題，仲有到場問題。日常的醫療需要包括覆診、配藥、陪診、接送、出院後煮飯、洗澡、做家務、傷口護理。這些事情看起嚟每一樣都不大，但一旦父母活動能力下降，就會日日發生。重大情況就更加複雜。突然入院要做手術，醫生要家人了解治療方案，出院後要安排復康或者長期照護，這些都唔係子女在外國打一個電話就可以全部完成。海外子女可以參與決定，可以付款，可以同醫生溝通，但香港始終最好有一個真正能夠到場的人。有些家庭心裏會默認某位姨媽住得近，將來有事自然會幫手，又或者覺得鄰居平時好好人，應該可以照應一下。但幫你買一次餸，同連續幾個星期陪診、辦出院、處理家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千萬不要因為一個親人平時比較熱心，就當對方已經答應承擔照顧責任。例如一位獨居母親突然入院，兒子在英國，兒子第一時間打俾姨媽，希望姨媽幫手送日用品，陪醫生講病情，辦出院，再照顧母親，返屋企頭幾日。姨媽自己其實都已經70歲，初初因為親情不好意思拒絕，幫你一個星期之後，自己的腰痛發作，屋企亦有老伴要照顧。最後姨媽開始有怨氣，兒子又覺得姨媽不近人情，原本好好的親戚關係變得十分尷尬。呢件事很難簡單話邊個啱邊個錯，問題係大家從來冇認真講過，真正出事時邊個可以幫到幾多，費用由邊度出，如果幫唔到，是否應該聘請服務。所以父母要同子女提早講清楚幾個實際問題。第一，平時覆診如果需要陪同，香港有邊個可以幫忙。第二，如果父母短期失去自理能力，會考慮家居照顧、短期住宿，還是由親人輪流協助。第三，相關費用由哪一筆錢支付。第四，去到什麼情況，子女需要立即回港。這裏亦要提醒，涉及正式的醫療授權、個人意願或法律文件，應該向醫護或合適的專業人士了解清楚。家庭口頭上講過，不等於所有機構都可以照住辦。真正令人安心的，不是子女答應一定會回來，而是即使子女暫時回唔到，父母亦唔會無人處理。第三件事是緊急聯絡安排。很多父母一有事，第一個電話就打俾海外子女。從感情上講，當然正常，因為子女係最親的人。但從處理事情的次序來講，海外子女未必應該係第一個電話。家中水管突然爆裂，外國的兒子幫唔到你關水掣，半夜忘記帶鎖匙，外國的女兒亦不能即時開門。突然頭暈跌倒或者胸口不舒服，最重要的不是先向子女報告，而是有人立即到場或者直接聯絡緊急服務。所以父母最好建立一個3層的聯絡網。第一層是5至15分鐘內有機會到場的人，
可以係配偶同區兄弟姊妹、住得近的朋友、可信任的鄰居、大廈管理員或者平時有聯絡的照顧者。這一層最重要的條件不是血緣有幾近，而是對方真係區得到。第二層是可以協助處理實際事情的人，例如陪審、幫手聯絡醫院、拿備用鑰匙、查看家中情況、協助通知其他親人。這個人未必要每日出現，但起碼知道父母的基本情況。第三層先係海外子女，子女主要負責了解情況，參與重大決定，安排費用，協調其他家庭成員，以及決定自己需唔需要回港。這樣分層不代表子女不重要，反而係將子女放在最適合發揮作用的位置。父母可以在家中準備一張緊急聯絡卡，寫低第一、第二聯絡人，常去醫院或診所、大廈管理處電話以及海外子女的完整電話。備用鑰匙亦可以交俾一個真正可信任的人，但一定要講清楚什麼情況先可以使用。資料要準備，但亦唔好將所有身份證號碼、銀行資料和密碼貼在當眼位置，方便同安全之間要有分寸。子女移民之後，仲有一個風險值得留意，就是騙徒會利用父母掛念子女的心情。有人收到電話，對方話自己係身在外國的孫仔，出了意外要立即轉錢。亦有人收到短信，話子女換了電話號碼，要父母代為付款。父母一聽到子女有事，個心一急，好容易未確認就照做。家庭最好預先約定一個簡單的核實方法，凡是涉及匯款、大額付款或聲稱出了意外，一定要透過另一個渠道重新確認，或者先聯絡另一位家人，甚至可以約定一個只有家人才知道的問題，避免單憑聲音或短信就相信。人最容易做錯決定的時候，往往就係個心最急的時候。所以緊急安排的重點是先處理眼前事情，再通知最親的人。有事先找得到人，比第一時間找到最親的人更實際。第四件事是財產同仲有文件的管理。有些父母年紀大了，覺得網上銀行、保險、強積金、物業文件和各種密碼越來越複雜，子女又在外國，於是父母索性話：我將所有嘢交晒俾你，你幫我搞。表面上好似方便，其實這一步最需要小心。子女幫父母整理資料，同父母將全部控制權交出去係兩回事。父母可以讓子女知道自己有哪些銀行戶口、保單和物業，知道重要文件放在哪裏，但不代表要立即轉名，更不代表所有錢都交俾子女保管。管理同擁有一定要分清楚，父母至少要知道自己每月有幾多固定收入，生活費大概幾多，醫療和照顧預留了多少，有哪些資產不能隨便動。就算子女幫忙處理，父母亦應該對自己的財務有基本掌握。有些父母見子女移民之後要租屋買樓供車，生活壓力很大，便很自然想幫一把。幫子女當然不是錯，但最怕父母將幫忙變成沒有上限，甚至將自己的退休保障一次過拿出來。例如一對父母見個仔在外國買樓差一筆，首期就將大部分積蓄交俾個仔。父母心想將來反正會去同個仔住，間屋亦有自己一份。頭幾年大家當然好好，個仔亦真心感激。後來父親身體轉差，需要長期護理，每個月開支大增。個仔本身供樓供得很緊，仲有小朋友教育費，想拿錢回來幫父母，實際上亦拿不出。這種情況不能簡單話個仔不孝，好多時係一家人最初太樂觀，以為未來一定照住今日的想象發展。父母幫子女之前，最好先保留三筆錢。第一筆是日常生活費，這筆錢要令父母就算沒有子女每月補貼，亦可以維持基本生活，不需要買一樣，日用品都要開口。第二筆是醫療同照顧費，除了睇醫生和做手術，還要考慮復康，
家居照顧賠錢、改善家居安全，甚至短期住宿的支出。第三筆是緊急自主金，這筆錢未必指定某一個用途，但父母需要搬屋、維修、請人幫忙或者臨時改變生活安排時，可以自己作決定。這三筆錢的作用不只是付款，而是保留父母的話事權。有錢當然重要，但錢真正帶來的福氣，不只是戶口有一個數字，而係需要的時候，你仍然可以按自己的情況選擇。另外，父母亦應該整理一份資產和文件清單，列出有哪些銀行戶口、保險、物業、固定支出、債務和重要聯絡人。清單不一定要寫下所有密碼，更不要將敏感資料隨便傳來傳去，但要讓可信任的人知道，真正有事時應該由哪裡開始走。有些父母所有資料都放在手機裡，銀行靠手機驗證，保險信件亦全是電子版本。手機一旦壞了、遺失了，或者父母忘記密碼，家人就完全不知從何入手。所以數碼資料要有安全的後備方法，重要文件最好分類保存。每年可以同子女核對一次，看看聯絡資料有冇改，保單受益安排是否仍然合適，重要文件是否搬了位置。至於為非正式授權、物業安排或者跨境財產問題，情況往往因人而異。這些部分不要只聽朋友講，亦不要以為網上下載一張表格就可以處理全部事情，最好向合適的專業人士了解。父母可以俾子女知道自己的財產，但不要因為怕麻煩，就連話事權一齊交出去。第五件事，亦可能係最難處理的一件，就是不要將所有情感需要都放在海外子女身上。子女移民之後，有些父母每日最期待的就是等子女電話，朝早起身會睇手機，食完飯又睇一次。子女遲了回覆，父母就擔心，視像講得短，父母又覺得對方冇心。這份掛念很真，失落亦很真。父母辛苦湊大子女，退休後原本以為可以多些時間一家人食飯陪孫，點知子女一家搬到外國，屋企突然靜了，星期日亦冇人返來。人去到某個年紀，面對這種轉變，個心空一截，完全可以理解。不過掛念如果慢慢變成情感依賴，父母自己會辛苦，子女亦會有壓力。子女去了外國之後，往往要處理新工作、新學校、新住屋、新語言，仲可能要照顧小朋友。香港晚上有空傾電話，對方可能剛剛送小朋友返學。香港星期日一家人得閒，對方可能要返工，所以子女未能即時回覆，未必代表感情淡了。很多時只是兩邊嘅生活節奏已經不同。問題係有些父母會將每一次通話都變成一次考試。點解咁耐先打來？你上次話暑假返香港，依家又唔返，個孫點解唔肯同我講嘢？我哋兩個老人家在香港有事你都唔知，父母覺得自己只是講真心話，但子女聽得多就會覺得每次打電話都要先承受一份內疚。久而久之，不是子女完全不掛念，而係佢唔知打來之後自己又要解釋幾多，關心同控制有時只差一線。問子女近況當然正常，但如果每日都要交代去了哪裡、同邊個食飯、點解冇即時覆信息，子女會覺得就算人在幾千公里以外，仍然要日日向父母報到。父母愈追，子女愈想避，雙方就愈容易誤會。另外，父母亦要小心，不要用自己的孤獨去換取子女的內疚。你走咗之後，我哋冇人理。你哋在外國咁開心，我病死都冇人知。這些說話背後可能真係有委屈，但如果每一次通話都用這種方式表達，親情慢慢就會變成壓力。子女開始覺得自己無論做幾多都不夠，父母亦會覺得自己講到咁慘，對方仍然無動於衷。要學識分清楚三件事，表達自己的感受，提出實際需要，同利用情緒逼對方證明孝順是不一樣的。
例如父母可以講，最近我夜晚一個人在屋企，有時真係有少少不安，我想同你傾下，睇下可唔可以固定星期三和星期日通電話，即係表達感受，亦提出一個可行安排。但如果講成你如果真係當我係阿媽，就應該日日打來，這樣就很容易令對方覺得親情變成一種考核。子女移民之後，父母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中心。以前每日可能要幫個女買餸，要接孫仔放學，星期六一家人食飯，這些角色突然消失，父母很容易覺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但人晚年的價值不能只靠子女，有幾多事情交俾你做。父母要重新問自己，每日起身有冇一件值得做的事？除了子女，仲有冇兩三個可以見面的朋友？夫妻兩個除了講子女，仲有冇共同生活？有冇興趣？有冇運動？有冇社區活動？或者一樣一直想學，但以前冇時間學的東西？有位母親，女兒移民後，每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視像。女兒忙的時候只能講10分鐘，母親就覺得女兒敷衍，通話時不停抱怨。女兒後來由每日打慢慢變成2、3日一次，再變成1星期2次。母親更加傷心，覺得女兒越來越疏遠。後來她參加了附近的長者活動，又同幾位舊同事恢復飲茶，每星期有2日做運動，1日學用手機影相。她同女兒通話時，不再只講腰痛孤單，和女兒幾時回港，亦會分享自己去了哪裡，學了什麼。母女通話次數未必比以前多很多，但關係反而輕鬆了。不是這位母親不再需要女兒，而係她不再要求女兒承擔自己全部的情緒。子女可以係晚年的牽掛，但不能成為晚年唯一的生活。比較健康的做法是同子女約定一個雙方都做得到的聯絡節奏。普通分享可以用訊息，真正急事就直接打電話。父母亦不要求每次通話都一定要1個鐘，有時10分鐘，真心的問候好過講足1個鐘，兩邊都覺得疲累。同時，父母最好保留2至3個本地的社交連結，可以係兄弟姊妹、老朋友、鄰居、教會、社區中心、興趣班。這些關係不能代替子女，但可以令父母的生活不會只剩下等待。講到這裡，5件事其實已經很清楚，住在哪裡，醫療點安排，緊急時找誰，財產怎樣管理，情感上如何保持自己的生活。但知道是一回事，真正同子女開口又係另一回事。有些父母一講就變成質問，你去了外國，將來究竟理唔理我？子女一聽，立即覺得父母想阻住自己，或者要自己作一個根本不能保證的承諾。甜話未開始，大家已經進入防衛狀態，所以不要一次過開一場審判式家庭會議，唔使一餐飯之內講晒醫療、財產、賣樓同身後安排，這樣未食到甜品，全家人已經冇晒胃口。最好一次講一樣，每次解決一個實際問題。第一次可以只講居住，父母想留在香港，還是將來願意試住海外？香港住所暫時點處理？如果同住，大家對私人空間和生活費有什麼想法？第二次可以講醫療和緊急聯絡。父母目前有什麼長期病？醫療資料放在哪裡？香港邊個可以到場許到什麼情況？子女需要回港。第三次再講財務和文件，哪些錢是父母日常生活和醫療需要？哪些資產可以考慮幫子女？哪些一定要保留？重要文件由使知到為止，有冇需要找專業人士協助？第四次才講聯絡方式和感情需要，每星期大概聯絡幾次比較合適。普通分享和緊急情況點樣分開？大家對探親和回港有什麼實際期望？家庭甚至可以整理一張簡單的安心清單，唔需要寫到好似公司計劃書，只要列出香港居住方案、海外試住方案、第1和第2、緊急聯絡人、
醫療資料位置、重要文件、清單，以及每年幾時一齊檢視。安排不是寫完就永遠不變，父母身體會變，子女家庭會變，經濟狀況亦會變，最好每年抽一個時間重新問一次，原來的安排仲合唔合適？有些人聽到這裡可能會覺得講到咁多醫療財產和緊急安排好似很悲觀，其實剛剛相反，真正的準備不是因為認定一定會出事，而係承認人生本身就會變。今日父母行得走得，明日可能仍然好精神，亦可能突然需要幫忙。今日子女話3年後回香港，3年後工作和家庭情況未必一樣。人最辛苦，往往不是事情有變，而係個心一直要求事情不准變。子女長大，有自己的家庭和人生，這是很自然的事。父母難免失落，但不能永遠要求一家人停留在20年前。以前子女需要父母照顧，後來大家要學習用另一種方式相處。用先生留下的思想來看，述數與人生智慧的價值，不是替你預言個仔會不會回來，更不是替你判斷個女將來孝唔孝順。真正有用的是幫你看清現在的條件已經不同，原來的相處方式未必再適用，而你在新的限制之中仍然可以作出較穩陣的選擇。子女移民不代表親情結束，父母建立自己的生活亦不代表大家疏遠。成熟的親情不是使離開了另一個人就活不下去，成熟的親情是即使相隔很遠，大家仍然知道怎樣照顧彼此，又不要求對方放棄自己嘅人生。距離真正考驗的不只是感情夠唔夠深，而係一家人有冇能力將關心變成一個可以執行的安排。所以子女移民之後，父母要提早想清楚5件事。第一，自己將來住在哪裡，不要只靠一句到時一齊住。第二，醫療照顧由邊個協助，不要假設親戚自然會承擔。第三，緊急情況先揾邊個，不要將海外子女當成唯一聯絡人。第四，財產和文件要讓家人知道，但不要太早交出全部控制權。第五，自己的生活不能只剩下等子女電話，父母亦要有朋友、有活動、有自己的日子。安排這些事情不代表你不相信子女，正正因為珍惜一家人的感情，先更加應該趁大家仍然有精神、有時間、有選擇的時候，將難講的事情慢慢講清楚，不要等到父母突然入院，子女隔住10幾個鐘時差，親戚不知道自己應不應該插手，銀行文件又找不到，才發現原來全家人都很關心，但冇一個人知道下一步應該做什麼。晚年真正的安心，不是子女答應永遠不會離開，而是不論距離有幾遠，自己仍然有生活、有支援、有可以信任的人，亦有權為自己作決定。最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子女移民之後，香港父母最難適應的係生活上突然冇人照應，還是感情上覺得自己被留下？歡迎在留言區講下你的看法，亦可以將這條影片分享俾正在經歷同一種轉變的家人。